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列王记上的第5章到第9章前面是讲到整个圣殿的建造。昨天我们看到圣殿里面的各样的详细的清单，以及透过户兰他的工作来预备各样的圣殿所需要的器具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圣殿的献殿从整个第8章到圣殿的完工和奉献。那么会分3天来看，这个发生的场景以迎接约柜开始，也是在圣殿和所罗门宫殿中间的这个大院，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聚集来参与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8章第1节。那时所罗门调集以色列的长老、各支族的首领，以及各宗族的族长来耶路撒冷，要迎接上主的约柜，对锡安的大必城运起来圣殿，以他念月就是7月，大了这一时，以色列人拢聚集伫所罗门王遐，以色列的长老拢来，遐的祭司就跟约柜起来。祭司甲利未人将上主的约柜、会幕以及报边内一切神的器具跟入圣殿。所罗门王甲组织伫伊遐的以色列全会众，伫约柜前献牛羊做祭物，祭物做甲未成滴。祭司跟上主的约柜入内殿，就是至圣所，下伫指定的所在。天使基路伯是顾下面，基路伯伫下约柜所在的顶面剃开因的膝，掠砍约柜，甲跟约柜的更真长，更尾伫内殿前的圣所看袂到，对外面就袂当看到。到今仔日更还伫遐。约柜内面只有2块石板，以外拢无别项物。石板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上主伫何烈山甲因立约的时，摩西所下的。当祭司对圣所出来的时，有云充满上主的殿，因为安尼祭司袂让徛伫服侍，上主的阴光充满上主的殿。迄时所罗门讲，上主的目讲，伊要踮伫目云的所在。我已经起一间东方的殿，做你永远徛起的所在。一开始提到所罗门召集以色列的长老、支派的领袖、以色列人族长，到达圣殿的前面，所罗门的宫殿，那中间的大院。那他们要做的是把约柜从大卫城，也就是锡安迎接上来。那约柜上一次的出现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那也就是大卫来迎接约柜的时候。那时候大卫迎接约柜有2次。那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、历代志上的13章、15章、16章，都有记载大卫迎接约柜的事迹。那但是约柜离开会幕呢，到所罗门这时候迎接回到圣殿，那足足有146年。那约柜被掳的事件呢，是要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4章。那也就是小撒母耳的师傅先知以利。这个以利呢，那也是在他的儿子呢，因为不受管教，除了之外呢，以色列人跟非利士打仗，他们把约柜扛到战场上面，想说把上帝带去，那就一定会赢。但是他们没有按着神的旨意他们是敬拜约柜，不是在敬拜神。结果呢，上帝就让以色列人打败仗，约柜就被掳到非利士去了。那也在非利士当中一连跑了5座城，每一座城呢都带来恐慌，然后他们最后献了5个金痔疮、5个金老鼠。那非常戏剧化也非常趣味性的故事和记载，在撒母耳记上的5章、6章，那我们也曾经读过。所以这个约柜呢，终于又再次回到，不是到会幕是到圣殿但是是按照会幕的样式
来设计。好，那在大卫城的时候，也有曾经发生过俄别以东的事件，好，就是乌撒用手去扶约柜，好，而被击杀，好，那个冲破，好的这个事件。好，那在这里提到的日期呢，好，是在以他念月，就是犹太历的7月，好，那就是阳历的9月、10月。那在节期啊，好，所以在靠近这个节期呢，就是住棚节。那因为我们在读第6章的时候讲到圣殿完工，好，是在犹太历的8月，好，那这里讲到7月，好，那所以呢，好，应该是完工之后，好，到献殿呢，好，大概又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。好，那所以，从第6章、第8章来看呢，就是所罗门，在位的第12年的7月，犹太历的7月，好，所以，这也是在所罗门，好，他做王的12年。好，那为什么不是他把圣殿，好，所罗门的圣殿完工呢？好，那如果是所罗门他自己的宫殿，不是圣殿，他自己的宫殿完工，那还要在13年。好，那这样中间呢，时间会相当的长。好，所以我们在看这张图的时候呢，所罗门好，他可能只有完成上面的圣殿，好，下面这些是还没有完成的。好，那在所罗门迎接约柜的这个当中，好，那他讲到所有献的牛羊为祭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好，那前面有提到所罗门他在基遍献祭就献上了1000头啊。好，那1000是还可以数得来，那多到没有办法数算呢？好，那就是一定是大于1000了。好，那所以我们昨天才看到说有这么多的铜座、铜盆，好，10个就是要来处理祭物的。好，那可能呢，每一个铜盆铜座的要处理的祭物呢，真的是无法数算。而祭司呢，按照摩西的律法扛抬约柜，好，然后安放至圣所。好，那在2个至圣所当中有2个巨大的基路伯的下方啊。好，那是用杠好来抬的。好，那这杠呢抬进去呢，就是说人不能进入至圣所。好，但是呢，因为这杠很长啊，从内殿的前头。好，刚好可以看见，好，所以这都一直呢，好让他们或许是这样，祭司不用进到至圣所，但是就可以让约柜好安置在那个地方。那第9节讲到说约柜当中没有别的，只有2块石板。好，那这个约柜呢，好，在希伯来书的第9章第4节，好，那提到约柜当中有3样东西，好，就是2块石板，好，那还有就是一罐玛纳，好，玛纳，还有亚伦发芽的杖啊。好，那但是在这里有提到约柜，好，当中没有别的，好，这是旧约当中让我们看到约柜当中没有别的，只有2块石板。这2块石板呢，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的25章16节，出埃及记的40章20节，好，知道就是上帝给摩西的2块石板，好，里面应该就是指十诫，好，指十诫，好，上帝的基本诫命。好，那也提到第9节提到说，这就是上帝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与他们立约的时候，在何烈山上的时候就放在那里。好，放在那里就放在约柜里哦。好，那所以摩西在出埃及记25章，好，那开始要造会幕、造约柜到40章，好，那就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这个约柜里面呢，好，是来储存上帝的话。何烈山，好，那也就是西乃山，好，何烈山的意思就是沙漠，好，沙漠，好，在沙漠当中的山呢。好，那第10节提到，当祭司好，他们完成这样的服事，好，从至圣所约柜安置好，然后从至圣所到圣所，再从圣所出来的时候呢，就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。这个场景呢，在出埃及记的16章、19章、24章，好，都似曾相似。好，那就是上帝的荣光充满了圣殿。11节说，祭司因为云彩的缘故，好，没有办法站着服侍供职。表示大家怎么样？好，可能都是趴下去服服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他的殿。好，这个荣光呢，好Shakina，好，它的意思就是重量。好，那就是上帝因为重量呢充满在这个殿中，好，所以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住，就服服。好，服服。那12节所罗门好就宣告。
耶和华曾说要住在幽暗之处。好，那是上帝说，上帝不是在日头，不是在太阳当中，好，是在幽暗当中。但13节所罗门说，我的确为你建造一座雄伟的殿宇，作为你永远居住的地方哦。好，那这是所罗门接下来好要对百姓的一个宣讲或是讲道。好，那么继续来看第14节。以色列会众拢徛伫所罗门王活过来，甲因祝福。伊讲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得到呵乐。伊亲嘴对我的老爸大必应允的，拢亲手实现。上主有讲，对我带我的子民出以色列出埃及以来，我毋捌伫以色列众支族中间建一个城为我的名起圣殿。毋久，我有选立大必来治理我的子民以色列。我的老爸大必心内有意思，要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名起圣殿。总是上主对我的老爸大必讲：你有意思要为我的名起圣殿，你这个心意真好。毋过你毋通起，你亲生的囝为我的名起圣殿。当上主实现伊所讲的话，我照上主的话起来煞接我的老爸大必坐以色列的王位，搁为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名起圣殿。我嘛伫遐为约柜准备一个所在，柜内有上主的约，就是伊带咱的列祖出埃及的时，甲因立的约。好，那所以所罗门看见上帝的荣光，好，那他就说，好，上帝本来宣告自己要住在幽暗之处，但是他呢，在圣殿当中显出他的荣光，他的确好在圣殿当中好成为他居所。好，那所罗门宣告这是上帝永远居住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他的讲道呢，好是对以色列的全会众，以至于全会众呢都站立听讲。好，那所罗门讲的重点就是他从他的父亲怎么样跟上帝立约。关于大卫之约，我们有提到在撒母耳记下的7章第5节到第16节。好，那上帝不让大卫来建圣殿，但是应许大卫好的儿子好要来建圣殿，而且应许大卫好的后代若遵行神的话，继续看重那约柜里面神的诫命，好，那就会让大卫的后裔好都永远在这个王位上，好，不是在这边享福，而是要像所罗门一开始求智慧一样，是要能够辨别人心，有智慧来断定是非，好，来治理百姓，好，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呢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大卫之约总算完成了，好，总算实现了。那所以所罗门也非常的感动，好，虽然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10几年，12年多，好，那但是呢，好，这个事工终于完成了。21节说，他也为了约柜预备了圣所，一处就是指至圣所，在约柜那里有耶和华的约。好，那这个约呢，就是在他领我们的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就所立的。好，那这就是西乃之约。在今天这一段奉献圣殿的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对照旧约当中的4个重要的约。首先是挪亚之约，好，就是在创世纪第9章。好，那上帝跟挪亚立约是在挪亚献祭之后。好，那上帝立约说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一切的活物，好，并且用彩虹来做记号。在创世纪12章、15章、17章，上帝有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好，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好，上帝都要做他们的神。那在出埃及记19、20章，好，我们刚才有看到，就是西乃之约对象是以色列的百姓，只要他们在生活当中顺从神，遵守神一切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、吩咐，好，基本的实践。好，那立约的纪要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约柜啊，好，那也就是所罗门所提的。那还有就是大卫之约，好，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，还有诗篇的89篇，应许大卫跟他的后裔要永远做王，好，
那是要来治理百姓。那记号呢，就是这个王位王权哦。好，那所以在今天这一章列王记上的第8章，我们可以看到4个约同时出现。好，彩虹在哪里呢？彩虹就是圣殿当中有云彩充满，神的殿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，所以让我们看见了就是上帝与人的立约。那我们也看见以色列的全体会众，好，这个会众呢，好，就是要接受割礼才能够做以色列人，好的全体会众。好，所以是亚伯拉罕之约。那我们也看见约柜在这里出现，好，约柜当中有上帝的话，要遵行，要遵守，好，所以是西乃之约，以及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，好，那他也提起他的父亲大卫，好，把这个大卫之约再一次来重述。好，所以这圣经当中，好，非常重要的4个约呢，好，在这一章的当中，好，同时都让我们看见出现了。好，那今天的金句是在8章21节，我嘛底下为约柜准备一个所在，柜内有上主的约，就是以带咱的列祖出埃及的时，甲因立的约。那我们可以思想，好，在圣殿当中最核心的，好，当然有这么多的金，有这么多的香柏，好，松木，好，然后有这些的护栏各样的铜的器具。那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？就是约柜啊，好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做了为要迎接约柜的准备啊。所以圣殿的核心是约柜。好，那我们也同时看到约柜里面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好，在第9节说约柜里面没有别的，只有2块石板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，摩西在何烈山放在那里，好，也就是西乃山。所以约柜的核心就是上帝的话，好，那就是基本的实践。好，当然不是只有基本实践，还有各样上帝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所以我们可以思想，好，那当时的圣殿，今日的教会生活，我们可能都有绚烂缤纷、七彩亮丽，好，那这个多彩多姿的教会生活，但是真正不能少的，最重要的核心应该是什么呢？好，那我们也祈祷，好，我相信这个核心呢，就是还是要以上帝的话为中心，以圣经，所以愿神的基本诫命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教会生活的基本原则。好，让我们不是只有忙着教会的事情，而都没有翻开圣经，都没有来听神的话，都没有来昼夜思想。好，那在整本圣经当中不断在提醒我们，就是要读他的话，要遵行，要听从，要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好，那这么的一切的一切，好，都盼望都是我们教会生活当中的核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看到所罗门奉献圣殿迎接约柜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上帝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有挪亚之约、亚伯拉罕之约、西乃之约和大卫之约。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后裔子孙，他要成为我们永远的王。即便在历代志上下有这么多的王，那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但是我们依然坚信主耶稣要治理我们、牧养我们，他要率领我们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并且他是万王之王，也是万主之主。也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、教会的生活都能够有约柜的记号。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是我们心中随时的力量、提醒和帮助。让你的话珍藏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得罪你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、祷告、祈求、赞美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